耳其即届这个大地震造成严重的死伤，台湾第一梯次的搜救队，伫台湾时间今仔日中昼，总算到土耳其的灾区，或者阿德亚曼这个城市，马上就展开着救援。透过现场的画面，咱会当看到，连面都会当看到这个画面咯。有一栋8层楼仔悬的建筑物，这个1楼甲3楼是直接斜落下骹，3楼以上的楼层是倒伫路面。台湾的搜救队第一梯次的队员完成报道的作业了后，马上创一个行动基地，经过协调分配。赶到灾区，马上落装备甲搜救的器材，搜救犬嘛快速来开始找人。共这个时间，台湾搜救队第2批这个成员已经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堡，等咧等国内线的班机，要飞到1000多公里外的这个灾区。嗨，我是映彤，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，站起来！